从60岁嘅日代，每了唔得到主昂，等到係第二人生嘅開始。白羊同學會如何同大哥大姐向下挑戰唔識做過嘅事情，實現頭過嘅夢想，潛進深度嘅熱情同期待。準備了，同能向下展開一場期盼的追夢旅程。警察崗位退休後，因緣機會來到澎湖開民宿。經營民宿無簡單啊！一開始多問題，我會請我開民宿嘅好朋友來討論。有我食嘅，有我生意嘅，嗰日就老朋友來陪伴。我退休嘅人生啊，比之前更精彩、更快樂。當初因為不習慣台北快步調的生活，退休後就在自己的老家蓋了民宿，提供客人一個賓至如歸的環境。閒暇時會去海邊釣魚，想說拼命工作了半輩子，終於過上了自己夢寐以求的退休生活。退休後，為了完成讓下一代接手民宿的心願，沒想到一邊經營也做出了一些心得來。但經營民宿讓我交到了一樣是警察退休好朋友。有空時泡茶聊天，生活很安定又愜意。白羊同學會啊，泡到第5年了哦。第一擺離開台灣島，我哋來到澎湖。當然澎湖有許多嘅客人啊，唔過我哋一擺有請到嘅3位主角，伊能入喺澎湖開民宿，和頭擺30人入去做警察，伊能聽到有非常奇妙嘅故事好講，我嚟拜訪伊哋。哦。安江的民宿，李太哥，哦，你好，我係依榮，好，依榮，你要安江呢？冇啦，謝謝啦，要安心哦，可以叫3年1個月。哦，難怪行行，哦，好啊，唔過坐以前帶我參觀一下好嗎？好啊，客人還沒有進來住啊，我剛好我可以參觀，知道是吧？剛好帶我參觀一下，好嘞，好。啊，要標發案單子幫你發嘅咯。澎湖嘅海漂實驗室就拉起啦，伊人喺澎湖如果專門做淨灘環保嘅啦，提倡環保嘛，環保意識嘛。都警察的身份。係啦，要做海底警察。哦。連續3年都來這邊住了。哦，係哦，就大擺係過一擺啊，大擺來澎湖就會再過來。講嘅只聽一件咯。哦，只聽一件，哇，真勁呢！哇，細阿妹應該看到就怪中意。唔過唔看講3年，啊3年前沒疫情哈。愈拄好，較趕人剛出國啦，攏做到澎湖了啊，今年咧生意動好。哦，係哦，電腦生意好。剛才聽講啊，一百個奇妙，除了5以外，有2個咩係警察退休嘅好朋友，有拄好就開民宿個。剛才你看伊人嘅民宿好。好啊好啊。係有一個狀態個，伊哋彩泰個係咪？剛才你先去狀態個嘅。好。好啊，剛才帶我去。好，嚟。哦，有黃色的哈，一件。哦，安江哦。中央開台望人，一天睇無下。莊大哥，莊大哥，你好，在忙？對，這個都是我們自己在整理。已經流汗。對。莊大哥，我看你的民宿很顯眼很鮮豔的鵝黃色。你當初怎麼會想要做那麼顯眼的顏色？想說遠遠就讓客人知道說，我們的民宿在哪邊。
让民众旅客人很容易就找到。就是你看到黄色的就到了，对这样没错很可爱，而且很温暖的感觉。你这边开多久？今年第6年。也算蛮新的。对。那当初你怎么会都没有人在做的时候，你会想要在这边？来这边知道有这一块地在这边，然后有了这个秘鲁之后，就有这个想法，才会规划说，早一点退休，然后来经营民宿。哇，很有趣，你是第2个，对不对？对警察退休，然后开民宿，结果你们3兄弟还有第3个。对，待会我们带你去。好啊，走。好，我们现在出发前往第3位的好朋友开的民宿，哥那边的好朋友开的民宿。那你们很常彼此去彼此的家？真紧呢，3个风格都不一样，感觉得出大家都走这个理想想象当中喜欢的房子。我们进去里面，我们一样突击。嗨，蔡大哥，易容，欢迎。一进来就很香木头的香味，怎么会那么多木雕？有些是岳母的，有些是我的，有些是我大姨子的，我大舅子的，每一个人都有。我发现你们3个人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都有特色啦，真的园艺的，外面园艺的，园艺也要你自己弄，有时候除草，草长的要割草啊，他有时候除草，光十项全能。忙这个就是真的是整天了，对不对？还好。也是喜欢。对。参观你们3个人民宿，我有点吓一跳，是我上一次来澎湖已经是可能25年前，那我有很多澎湖的景点应该都没有去过了。对，应该变化很大。那你们带我去好不好？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但是现在天色已晚了，我们明天再去好不好？那我们就先喝茶。好。这个沙滩叫什么名字？山水，但是以前不是叫山水，它以前的名字叫做低波罗水，那个台语“猪母下水”啊。猪母下水，为什么？谣传啊，就是以前有一只母猪啊，跑到沙滩玩水，然后被一只大章鱼拖下水，然后地方人士就叫它“猪母下水”。哇，有很像神话故事这样。然后地方出事以后就把它改成。这边有高地嘛，有山嘛，山丘，然后有水，就把它叫做山水。山水通常都会想要现代化一点的。大哥，你们真的是民宿主人呢，带我来这边山水散步，还有带小点心呢。对啊，我们带来的都是我们澎湖在地的一些特产。澎湖人都很大方，现在都很饱满这样。对，我很好奇啊，大哥，你们都是警察退休，都想要来开民宿。我很好奇，为什么你们会想要开民宿啊？像我，是因为发现说，前几年澎湖的旅游业还蛮发达的。那刚好我的父亲有留一块地，就在我们民宿那边。那当初我在那边看，我们可以直接看到海，那个丽湖很漂亮，所以说我就毅然决然就规划来开个民宿，警察工作才会那么早就退下来，就是为了要经营民宿。庄大哥是在地人，可是你们2位好像不是，对不对？屏东人。对。那蔡大哥，我是讲起来是有地缘关系啊，因为我是嫁到澎湖来的，嫁到澎湖，我岳父岳母都是澎湖人啊。警察退休以后的生活，来搞民宿，自己盖个民宿来经营民宿也不错，因为刚好在我岳母她的故乡啊。那你嘞？你是屏东对不对？对啊，我是屏东的客家人啊，屏东竹铁。侬会来到澎湖哦？来爸爸妈妈办去台中啊。喺台中迄个时间，入面做考到警察学校、学校啊，去上班的啊。入面我趁我退休之前吼，先家己跋山啦。我有为辩护的专去制服的，去离山。俺请个朋友要问
天房间啊。你是因为好北山转去里山啊？我姑姑的时间转去里山，啊，入面青岛人要往来天房间啊。啊，天的时间天青岛啦，啊，有几唔得满人就来天啦。啊，我同事同我讲，咱退休的时间可以用啲民宿啊。啊，入面因缘际会，我些人呢都跳落啊做空军啊，职业军人啊。漂浮呀。哎。哦。啊，入班然后我每都马落啊做军户啊。安都好。哎。原来迄这个头嘅，这个头漂浮。这个跳落啊。哎，嘿哦。哦。啊，等到迄你嘅来也摸也比较更向往离岛，吼，并线。啊，入面我体验来的时候，看到哦，游客呢，游客怎么那么多？啊，体验又看到哦，游客又很多。啊，入面我食又讲，我无安尼都平户买屋嘅。哦。啊，你嘛可以做民宿哦。我讲，你是考虑嘅。可以哦。可以。哦。啊，咱来买屋嘅，咱开始做民宿嘅。哦，哇，就变那因缘际会啦。哎，就是真的，你们的那个渊源是刚好这样子哈，很不一样这样。你们可以聊过去，有共同的过去，还有共同的现在耶哈。哦，很有趣耶哈。然后这次既然邀请到3位大哥参加花样同学会，你们就知道我们有任务，好，我要一起去做一件没有做过的挑战。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挑战骑脚踏车环岛啊。哦，你喜欢骑脚踏车？哦，你们要吗？脚踏车我很少骑，而且环岛的话，可能时间要花很多，可能这个可能民宿生意会担心吗？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是我们可以再想一些？哦，你不要，那你想吗？其实明义兄讲的那个骑脚踏车，我年轻的时候腰还没有开到以前。我也是经常骑脚踏车啊，跑步啊。不过现在我看这个，我可能不太可能了。哦，因为开刀哦。对。哦，有点困难哇。蔡大哥有没有想？想说，因为以前收集一些木头啦，或者到后来看人家雕刻哦，也有想过说，哎，买个雕刻刀试试看呢。我们也自己来那个尝试雕刻了。但是心里想一想，还没做过。对我们这个门外汉来讲，一定蛮难，但它就是挑战。你们会有兴趣吗？这个雕木头是有兴趣的，但是刻那个要细心，有老花，老花没办法做的那么精细啦。那庄大哥呢？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澎湖人，澎湖的海上的一些活动几乎都玩过了。那唯一没有玩过的就是现在年轻人流行的 SUP 立桨那种，我还没有尝试过。我想说，大家也都住在澎湖，我们是不是也要去体会一下客人为什么来都会订要去玩那个 SUP？对呀，应该你们有玩过吗？没有，我没有玩过。就是因为都没玩过。不过有看人家玩过，有带客人去玩啊，但是他们在玩，我在旁边看呢。哦，顾包包嘛。哦，就反而你们因为是老板要顾顾客，所以没有办法自己下去。对。然后到淡季的时候，这个又不流行了。没有，冬天又不流行。冬天太冷，天候的关系，对，要不是适合了，所以反而你们自己没有玩过。没玩过。所以说我才会想说，是不是我们也能去体验一下，看看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那么喜欢？那你们有兴趣吗？没有尝试过，我是没有尝试过这个嘛。哦，觉得可以。那个呢，蔡大哥嘞？我是觉得尝试看看好了，因为看人家在这扶一扶跳上去，好像很简单，我也觉得好像很简单嘞。来，好，那我们就自己决定了，我们自己就要干杯了。你们有问过我的意见吗？干杯，干杯！好，谢谢。好，我要继续把它吃完。十拿种白叶起蛋来拍，看起来充盈以轻松吃菜，不过其实有牙有凉，唔系直接下去水豆度，无人教路晓得的。首先我有规划嘅平衡感同核心肌群，那唔会睇浮板空风来风去，扣扣弯。再过来我有观察力，看下现下嘅环境有安全冇，乃叫做得对浮板空起空起来。此外，手臂还会过有力，能排洋种白叶。韩国爱唔惊跌落水豆度，上面泰國雖然路唔驚水，不過對日方從來唔是試過嘅挑戰，亦能可以改革路學校門呢。
公庙啊，请购压个十里沙滩，看起来很新呢，很新的感觉呢。十里沙滩一直都很漂亮，但是已经被荒废了30-40年。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刚好我们那个周董来开发这边，所以说这边的开发是这3-4年来才开始的。对。哇，那很幸运，刚好找到。教练，嗨来看看大哥们见面，何汉教练，我是易容，好，易容，你好，我姓蔡，蔡大哥，对，你好，我姓胡荣基，庄大哥，庄大哥，是姓李木之李。然后他们呢都超过60岁，然后要来学立桨 SUP， 那年纪会太大吗？不会了，有一个年轻的心是没有问题。但是教练，我有一个问题耶，是，像我这脊椎开过刀的，可不可以那个玩这个 SUP 耶？对啊，我也是啊。通常我们玩水的话，我们有2个评估啊。第一个是环境评估，就评估这个环境安不安全；再就是自我的评估，就说我今天是不是状况很 OK？ 等一下我们要是状况不 OK 的话，我们就是不要勉强，我们在旁边休息，或者是说我们把热身做得更充足一点，避免一些运动伤害。这样子。像我那么久没有下水，有问题了，可以吗？安全第一，所以等一下我们就是救生衣不离身，然后再还有我们的立桨胶身，也都不会轻易的把它拔掉，因为这都是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安全措施做好。对，你很久没下水啊？对。那你不会怕水吗？不会。所以你们也不会怕水。不会，我们都会游泳。但我很久没游了。我们等下特别关照你，我们4个特别关照。那我们去上课，走。好。因为这个平衡木，我是希望透过它这种你们双脚去平衡啊，等下去有助于你们 SUP 最后的去站立的那种感觉。那它这种一定会比较难于你们在 SUP 板上面去站立，所以这个我们就平常心，但是要专心。这个如果练会了，在立桨上就绝对没有问题。对，你就会知道你这个差不多快无敌了。哇，对，示范一下这个平衡木怎么去操作。那等一下呢，我会站在你们的前面，去双手给你们做一个搀扶的动作。那我们今天的唯一的小目标就是说，我们上板之后呢，我们停在中间，停留个5秒，然后呢我们的双眼慢慢的凝视前方的大海。你确定这是小目标吗？小目标5秒我们只要5秒而已。对，你看1、2、3、4、5就到了。OK， 好，那等一下我们上板的技巧呢，一律右脚先上板，对，慢慢的循序渐进的来，然后呢，重心慢慢的去给过去，然后去做到一个平衡的动作。那记得千万不要用力去过猛，但一开始都是正常的，所以我会在你们前面去做一个搀扶。好，那我们就会去做一个平衡。那我们可以双手去打开，状况比较好的话，会担心的话，我们双手会扶在前面，然后呢5秒看前面，1、2、3、4、5。再来我要你安全下板，安全下板的话，我的重心呢摆在其中一只脚。例如右脚，好，右脚一直偏过去，安全下板。以我现在的这个年龄跟这个反应的话，那个可能一定是站不上去的。我感觉了，看了就觉得不太可能。现在踩上椅子都觉得困难了，还要踩那个会摇的东西。學習最重要嘅係要有平衡感，故所以教練想出嚟平衡木嘅考核，在地面上加上我哋下去水道度過後，其他石板上嘅感覺，確確係每個人是要重新一下飛走，如果我佢唔踩，會風來風去，尤其係矮，甚至牙擺響跌下來。因為6項平衡木嘅訓練，大家天天嘅腦到18節同感覺，如準備好後板同獎牌嘅，會嚟太好了。所以等一下凹面都是一律把桨叶全部的去没入水中。那为什么呢？就是说你在滑的过程中，它才会有一个动力，对吗？回旋往后，回旋往后，然后确实的由后往前一直带。等一下我们在过浪区的时候啊，我们板子拿法很小，然后呢，人跟板子都是垂直于我们的浪，旁边有一根小浮球。我们今天就是坐滑到那边，浮球快抵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转弯回来交棒换下一位。好，那我讲完了，你们今天谁要先？好，那我们就李大哥吧，又是你了，每次都是我啊，比较好。反正有2个教练在旁边，不用担心。上个。对啊，你们不怕水的不用担心啦，这对你们小 case。
了吧？我的天啊！有，平了。哇，我好怕，我好怕。上去了。他现在是要滑到浮球那边了。对。哎，他掉头嘞。对啊，他掉头。哎，好像很顺利耶。滑动作要用的撞，举起来、讲起来嘛，扛起来真简单啦，做起来真困难啦。你咧出去直接就拄到回浪，因为挺大松了呀。出差好个2-3日应该可以站起来啦，可以起起来划桨啦，应该冇问题啦。对这个有信心啦。哦，注意。哎，你们都很稳呢。稳的。走得。好。好，就好。我的，你们讲戏啊？会了。还要讲戏。我一直在看着浪来的话，就更要去保持它的平衡。只要做到这一点，应该就可以像我们的教练一样，他站着好像很轻松。我也希望我能够像他们做到这样。那我们就剩下看他回来会不会掉下来。更贵的太滑比较稳哦。哦，你坐着稳哦。哎，我刚刚是用贵的滑会。对啊。没有，我刚刚坐上去的时候，刚好有个大浪，对啊，差一点就翻了。结果还是没翻，好厉害哦。可以了，他应该也可以了。哦，浪来了。就是大浪。对啊，你们都还是很稳。哦，所以教练会一直一直在命这样。对，他一直。然后有时候会跟着客人去玩啦，但是没有玩过这个，没有玩这个啦。他们在玩，我们有时候在旁边看，要顾他们的安全。你玩这个衣服会湿啊，你还要开车还要照顾客人。落水式滑的时候，教练叫我用力划桨，体会一下冲浪的感觉。用力划，冲很快，可是后面那个浪来就落水了。落水的感觉，也不太好，因为一直想站不起来。我感觉好像是因为水浅，你要站起来的时候，水一带出去的时候，你人又趁势又坐下去。这一集对你们不是什么挑战呢，感觉对我才是挑战。都不难，那我们快挑战吧。冲浪的时候很过瘾。剩下我。来，快点，加油！哦，你看，他过了就没了。过了就没了，没有风浪了。可以了。他知道对焦啊，做起来了。不过到下去的时间，因为今年拢无安胎，唔到最暝啊，出去嗰片风平浪静，加上抽到嘅冰嘅风，感觉几好呢。好像你真的有点与世隔绝，很 peaceful， 会平静嘅感觉。不过到咗来就被浪打下来了。我感觉最难的就係游浪嘅時間，唔都會18斤走。今日路行草凳啊，佢說有點期待，因為有18強，就係起風起來嘅時間，一定會講唔穩。可是真的會期待，因為我想要過行一擺，去到嘅很風平浪靜嘅地方，去飛嘅過平靜嘅感覺。我剛剛覺得在外面那個風平浪靜的時候很享受可是我們都是回來的時候會很不穩，好像都是要回來的時候才出來。那教練，你跟我們講一下我們那個狀況問題。統一講評啦，因為我看到的問題就是大同小異而已。第一個就是說來玩水的話，我們當然是相信我們來從事活動的教練嘛。那再來是說本身自己給自己太過於緊張了，比方看到上面有一點起浪的話，你就難免會有點緊張，會上半身很僵硬。教練，你之前教過的學生最年長大概幾歲？最年長之前我們有一個85歲的奶奶來划獨木舟，但是我們也是有特別幫她注意啦。
所以他们算年轻，太年轻了，算年轻。哇塞！所以他们刚刚的表现呢，就是他们以前都是警察，很好，所以是有比水准更好，有水准之上，而且他们又有力去可以做一个转弯啊、前进，这些都是很棒的。哇！今天第一堂课立桨我们都还没有立起来，对不对？对。所以下一堂就是要教我们站起来，站起来。但刚刚今天第一堂，我觉得大家好像都觉得太简单。你有觉得我们有要另外加强什么？明天我们第2堂课就会引导你们去站起来，就站立去滑行。那我希望你们回去啊，可以去加强一下我们在滑翔的手臂的力量，还有我们身体核心跟腿部的力量。我们回去加强练习。新人第3堂。好，期待第2堂。好，那我们就下课。好，辛苦各位了。教练不是说要加强训练啊？我们怎么来这边玩？对了，教练是说带我们来要训练我们的背力。哎呀，所以说我会带你们来一个秘境来练习秘境，澎湖的秘境来练习我们的背力。是我们我被鸟包围有点怕呢，怎么那么多鸟？这是什么鸟？这是燕鸥，燕鸥我们澎湖的大概有6种。燕鸥，燕鸥，燕窝，燕鸥，燕鸥，燕鸥。哦，澎湖有6种燕鸥，还有候鸟。对。哦，不说亚个时期都好就会培养繁殖啊。差不多5月到10月份啦。哦。这保护区如果说你上去的话，抓到就是罚钱而已啦。哦，没有。中的双一。现在。就真给他们的原地啊。对。游客来就会培养水。坤啊。所以你们都会带游客来。对。所以真的很重要来看的，很特别，澎湖的特色。对。那我们等一下就要去你说的秘境，对没？对。秘境还可以练习我们背力，还可以练背力哦。那我们今天那个背力练习，我们请到阿宇教练帮我们复习教练一下。教练。好，那我们开始进行活动之前，先介绍一下这一座沙滩。这一座沙滩叫澎澎滩。它是民国75年的时候，韦恩台风经过澎湖之后，重创澎湖之后，这座沙滩呢，慢慢堆积形成的75年，所以其实跟澎湖其他岛比起来，这边算年轻。它好像是澎湖算是最年轻的一座岛屿。那上面有70%都是死掉珊瑚礁碎屑组成的。一颗一颗白色，这个就是死掉珊瑚礁。所以这个不能带走，捡的话1颗就是罚3万。真的。所以我们要怎么分啊？白色指头都是啊。我以为它不是白，就会翻过来，其实很白。对啊。所以最好都不要捡。都不要捡，因为不太确定哪个是珊瑚礁，对不对？所以如果不确定的话，都不要捡，要不然坐飞机过海关的时候，1颗就会被罚钱。这座沙滩比较特别的是，它一半是给业者做水上活动，然后给游客玩乐的地方，一半是我们的保护区。对，保护我们的澎湖的夏季教课就是燕鸥，就是我们刚刚去看的燕鸥。我们刚刚有经过，然后这边也有，他们也会在这边产卵。对，刚刚我们的燕鸥保护区就在那个木头围起来的地方，就是燕鸥保护区。不能跨越那个区域，跨越会被罚钱的，罚6到30万元。好贵哦！这个就是我们的现在澎湖算是还蛮流行的透明独木舟。那澎澎滩外面这里，如果天气好的情况下，水很清澈，所以坐上去的话，其实坐在上面就身体不用湿，就可以看到下面的海底景观了。对啊，所以它是这种透明独木舟的好处。现在有一点到水，等一下要小心一点。那我们是有可能落水的吗？没有意外的话是不会啦。如果你随便滑的话，意外是什么？意外就是如果浪来了，然后你刚好又全部人站同一边的话，可能就会这样子，浪过来的时候就会翻掉。
边，不要往左边。好。来，各位，今天我们的烤肉大餐，尽量用啦。好丰盛哦。这个是很多客人吃了之后也觉得不错的。这个鱼汤，鱼也很特别，对不对？那是我们自己钓的。你钓的？哎，没错。哇塞！所以客人如果有喝到鱼汤，都是你钓的鱼。自己钓回来了，有时候刚好有，就会招待客人。哇，好好哦！我上一次这样吃饭应该是30年前哦，小时候了。小时候，就是凉凉的风，然后在外面吃晚餐。这就是当初民宿盖在这边，还嫌他说太荒凉了，因为旁边都没有住户。结果现在的感觉就是，这样才不会吵到邻居，不会吵到别人。可是你们这样开民宿3年、7年、6年，对不对？那有没有遇过那种印象很深刻？今年遇到一组年轻人，他是每天都去酒吧，回来是半夜1、2点，他还开卡拉 OK 来唱，而且声音是转到非常的大。吃完东西桌面什么都不整理，隔天他唱完可能5、6点了。那我们起来大概唱完5、6点，大家啊怎么睡觉？因为要用早餐给他们吃啊，我们桌面一定要整理。那连续这样3天下来，我没遇过这么不好的客人。整间民宿进来，包括他妈妈带着儿子、媳妇还有孙子，他们整个包栋。光吃一个早餐有办法把只要有桌面的地方全部饮料喝一口丢在那里，泡面吃1/3，整碗丢在那里啊。所有的餐具、杯子全部给你用到完，就丢在桌上，要出门就走了。第2天早上又来了，而且到晚上回来又是满目疮痍呀。好像在整人哦。第3天我太太受不了，我太太说她要上去跟她讲，我说算了，已经撑到第3天了，只剩1碗啊，不要为了那1碗他们回去哦，全部进去。哇，很恐怖啊！那个所有的只要里面可以用的全部给你用出来，整个桌面就是当大爷那种感觉。对啊，还有一组哦，就是真的比较那个，都开那个香槟起来往我们客厅一直洒。天哪！因为太嗨了，喝到3、4点，然后太嗨了，一个女孩子跑去那个上面那个电灯的开关，就变成闪烁的音效啊，灯光。他把2张桌子那个变成1张桌，然后3、4个女孩子跳到上面甩头，一个人2罐啤酒在那甩。我们整个客厅烟酒、墙壁、电视，整个只有天花板没有。
我觉得你们就是开民宿，跟以前警察生涯比起来，应该就小 case， 对不对？假装一样，趴着出去之后，教练帮你们推板。那我们在出发之后，我们呈现一个趴的姿势。那我们趴的姿势呢，我们开始在做一个很像冲浪的趴滑，双手也可以，单手也可以。好，那听到我们哨声之后呢，我们将我们双手夹紧，将身体推起来，呈现跪姿。比较容易不舒服的人，你就可以呈现跪姿的姿势。然后呢，双脚可以站宽一点点，然后尽量是与肩同宽，稍微再宽一点点。然后呢，把它当成拐杖。反过来，循序渐进的看前面挺胸，看前面挺胸，然后到我们成功站立之后呢，我们再将我们的桨叶确实的没入水中，握法呢是我们的满把握的状况，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膝盖要确实的去做到一个微弯，那我们就是慢慢的去做一个滑行，那我们的双脚就像一个避震器一样，那我们可以去控制我们遇到的浪况。今天的 SUP 的课，我们就再把它延伸。那等一下我们会有3个暗示的声音，听到我们第一声哨声，还记得是什么吗？上板，对，就是我们的上板，你可以呈现你的坐姿或者是跪姿。好来，那听到2声哔哔的话，自行落水，对，自行落水，然后再练刚刚教的上板，对，翻周复位。好来，那再来3声。转弯，对，我们就是太近的时候转弯，太远的时候我们去做一个转弯。OK， 我们去综合我们前一天所教的，然后去把课题去延伸。OK， 好，那第一位选手，第一位，对，来，第一位了。那我们李大哥的话就是非常敢冲，就他们推派出来的选手就是都是李大哥先开封，对 ，Ready， 加油 ，Go， 加油。这样来，可以把有颜色的另外一面看出去。刚刚感觉不一样。知道我会这样。没关系，先下来，对，要翻哦。好稳你看，成功了。这边很难哦。这边很难。有劣势。我请困难的地方，因为起起来直接20脚吼，有18弯曲，起无力啦，因为风浪啊引诱，我帮个恁好起啦，起的3-4秒哈，又滑桨我拿起来，起来直接又风浪来又变错呢，也起到呢个困难啦，请困难的有些弱点啦，跪姿还是坐姿？起风起来还没困难。对啊。很不平衡。哇！我可能都講藝想下板。上来了。对啊，为什么？是感觉风浪比较大一点。浪比较大。来喽，他准备站起来喽。下水是因为我有尝试着要站起来，结果就站上去就觉得好像一直在晃，所以说一下子就摔到水里面了。回转了。如果要站起来了。站起来了。在那边刚刚好，比较没浪。用桨吐尾啊！用桨啊，对，吐尾。站立滑到标，再滑回来，我看几率可能不到50%。站起来都有些问题了，没有那么简单了，没有在旁边看着好像滑起来只有4个字可以形容：精疲力竭。这样吗？要站了。站。哦，那个桨要吐尾。
哦，比咱较久呢。哎，成功了，成功了！对啊，扶着！哇，太强了，太强了！主持人会最有机会是站着划完我们考核目标的选手，所以这些都是他们在划 SUP 的时候会要去注意的一些小细节。对，不然整体上我都觉得他们在操桨啊都没问题，他们都知道该怎么前进，该怎么转弯，这些都蛮棒的。我觉得站起来对我不难，不过我开始通走的时间，你就会感觉嗰種冇辦法，如果跌下去啊，你有感覺嘅到後背面嘅回浪就按你打上來，嗰種係讓我幾難哦，就是可能心理的強嘅小可有克服誒，不過要做到上當中可以站着滑回來，我嗰時候我講我冇乜可能。我们这次啊很难得遇到，第一次来到外岛哦，结果呢，第一个遇到教练，前面2天的教练可汗，结果他今天去篮球比赛，好，今天换小月和米口教练，第2次教练给我下大雨，教练，我们这样还是可以考的吗？教练来说的话，比较常玩水，可能你们没常，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如果比较少玩的，可能就是风浪的这个，可能会出去可能都会有点困难。哦，我们可能不是回不来，是连出去大概都滑不出去，可能会有点难。哇，要站也比较难，因为风太大。就算能出去，我看也回不来。啊，怎么办？我们可能有史以来第一次没办法考虑了。那没关系，我们到时候。也係頭一擺考核遇到一種情形，尤其喺平湖天無暗夜，眼能咩十分頭拿痛。後來也到泰國提出一個建議講，伊能可以等到天時穩定過後，再個另外約時間出來考核。考核結果再個同我用私信來分享。也到泰國按嚟講，對我哋同製作單位來講，如像作為一門強心針，未係現時請好嘅幾個辦法唄。嘿，我溜嘅，嘿，庄大哥装饰第1名呢。哇，哎，你中诶那个庄大哥穿的是奖品是不是？王朝加身啊！你们才刚结束是不是？对。哇，好玩吗？哦，加油！那你们轮流跟我说你们刚刚考核的情形好不好？有啊，还有朋友啊。哎呦，有成功哦！有啊。哦。我估段时间落水，啊绑得好好，要有心境，哦，所以你的扣分是落海，嘿没？落海以后，然后上板的速度。哦。因为我体力消耗太久了。哦。他可能爬不起来，爬了很久，休息了很久。对 Q 也啊嘞。哦，主要是这样。那蔡大哥嘞？蔡大哥也很努力的要去站起来。然后蔡大哥的，但是维持不了1秒了。有伤在身，所以有伤在身啊，所以说比较没办法尽力去。一想站起来的时候，就一站起来一下下而已，就马上就落水了。哦，很难滑成功哦。对啊，重心比较不稳因为跟那个身高的关系有差了。哦，比较高，比较不稳。对，有联系有差啦，只可以讲这个借口而已。你也承认哦？哎，那庄大哥，你的第1名是怎么？我是真的有站起来过。嘿。哦，对啊。
间也比较长一点。哦，你有偷练吗？有，昨天还偷练了2回了。真的，哇，好认真。大家高兴就好了，玩得很高兴的。所以说我胜之不武。哇，竟然自己跑来练，你们表示每一次真的都有进步哎，我只停在我可以站起来还不能滑，可是你们已经可以滑了，对不对？也很感谢你们，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体会这个 SUP。我也要感谢你们。谢谢你们，我才有这个机会。那这次这样参加完呢，你们可以轮流跟我讲一下那个感想是什么吗？有安尼机会，一家练习，一家挑战，一家成功。对啊，一家以后做事情更有信心的。哦，我有，这个让我觉得我们又年轻了，还是有体力的，我们不老。哦，那蔡大哥我是认为说有这个机会，这次接触这个立桨，那既然已经都学了几天了，可能这个我们也想好说以后一有空就把它当成运动，来动一动，多练习。反正我现在没有站起来没关系啊，早晚都会站起来。哇，这个精神很好哎，你们应该以后还会来玩，对不对？会啊，会。我真的现在这样听起来，我觉得好，我很羡慕又很嫉妒，我没有跟你们一起下水。有空可以过来啦。对啊，随时欢迎你。谢谢，谢谢，我们下次见。好，再见，拜拜。我其实本单上公司迄推因能安尼试训一下，不过因能头都讲诶，因能咧感觉。有点遗憾，无推能去下，但相信俺们会过去平复市民的，会再过100些年去下海去比赛。俺冇想到俺会叫咧，一路以来，我团总披露玫瑰游园，和世界下无时常看到阿公阿婆，韩国改造路离开路卡上台北，韩国无乜嘅机会同阿爸阿妹相处互动。作为50-20法用同学会，某种长途来讲，同外嘅结果不足嘅。本来韩国理解到做太人啥睇第一嘛嘅，上網嘛嘅，做生意嚟家下感覺60-70歲路過路嘅。一群泰國太子本來抵得，一個設施唔單止體態體力本還係做得維持到幾好，韓國重要嘅係唔想愛做到乜嘅冇，同時有朋友願意同共下來完成夢呢。過程可能會幾辛苦，不過也想就想唔到嘅經驗，唔過是如果影響去夢想轉去，感覺幾有意思。頭時邊拍嘅有幾多蠻多路感覺幾似嘅事情，唔係一定要加測下。外國好福氣，做得團兒能共下創造安裝安定整嘅回憶。希望可能兒能安尼未會落興，想做乜嘅，臨時都去做哦。